医学美容甲保养是愈来愈普遍啊，毋过就要家己注意，这敢有安全。北部一个40多岁女性伫咧网络买美容车，请店头家来甲注射，煞注一个肉毒杆菌中毒，送去家互病房插管。落尾是家己开22万注解毒车，毋若去倒了，这未来伤害可能会留爸妈。伫网络顶悬黑白买美容针爱设置有可能的中毒无名。疾管署15公布今年第一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个案，是北部40多岁的女性。伊伫3月后半个月伫网络买肉毒杆菌的毒素，买价搁去因兜替伊注射。无想到3天后，伊开始出现无啥会当吞物件的镜头，去病院了后就插管，而且使用呼吸器来治疗。虽然血清含大便的采检结果是阴性，但照流行病学研判是真有可能的病例。不过在申请自费22万6使用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，已经北港转一般病房。目前的状况是有改善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形了。那不过他的这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缓解。疾管署表示讲，肉毒杆菌的中毒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。过去国内案例大多数拢是食处理不当，还是保存不当生的物件造成。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是因为美容还是医疗用途，认为甲注射引起中毒，会出现包括感觉真忝、机体无力、才神经学的镜头。2019年以来，国内加起来有8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疑似个案，拢和医学美容有关系。虽然国际文献还未出现讲注美容针死亡的案例，但嘛是可能会留病尾。顺利好转的话，也不排除有可能有后续的一些，像是仍然会有一些呼吸道疾病，或者是全身肌肉无力，需要长期做复健的一些后遗症。疾管署强调，个案注肉毒杆菌毒素的过程有可能违法，卫生局当得对查买家含药品的来源，警方嘛当立案调查。食药署指出讲，目前咱国核准的肉毒杆菌毒素有7张药品许可证，拢是医师处方药品，若是无经过许可，家己输入假药还是禁药照药事法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阁会当做伙罚新台币1亿以下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